这几天呢，你就安心的待在那儿，有什么新消息啊，我会再和你跟进的。你还在担心什么？我担心再这么下去，以后找我拍戏的人会越来越少了。这才过了几天啊？是不是魏宇宙欺负你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所以都挺好，挺好的，环境隐秘、安静，而且睡得也挺舒服的。喂，姐，姐出大事儿了！怎么了？我先跟你说好，你先别跟我生气。我按你说的，我今天去超市给他买东西，我买完东西回家，何同心他人不见了。何同心他也有自己的事儿啊。何同心，这个何同心怎么到处惹事儿？姐，你现在能不能去找找他？你把你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。我按你去说的办了，但他现在人找不着了。我可是冒着多大的风险去给他买东西的？我在学校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啊。你买个东西怎么还扯上公众人物呢？他让我买那个，你对他就要像对你姐一样，明白吗？必须的嘛。这两个菜合不合你口味啊？宝宝，我在网上查的，这个菜你吃不吃？我今天给我姐打了个电话，我姐说我表现还不错，是吗？我哪儿表现不好了？哈哈，你这是在敷衍。我哪儿敷衍你了？我一点都没觉得你觉得我表现好。你不会是在演戏吧？魏宇宙，何同心，谁让你直呼我全名的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就直说呗，干嘛绕弯子呢？对不对？叫姐。姐，这还差不多。记住了，姐吃饭只吃有机健康的，生菜、胡萝卜、水果切成片。8点看电视剧，10点做瑜伽，11点洗澡睡觉。明白了？你说完了没？衣服洗了吗？洗了，里外都洗了。什么叫里外？我问你呢。谁让
的？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去给我取下来。好嘞，回来。没问题。认错。我看都看了。快点儿。姐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我就是看你房间太乱了，我想你还看了？我猜的，我猜你房间太乱了，我想帮你收拾一下吧，把脏衣服就全扔洗衣机洗了，洗完之后就给晾起来了，然后它就出来了，我就给挂起来了。你还挂起来了？它自己跳上去的。你别说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你还要说出去？我想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这菜呢？你别闹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可不可以尝一下你做的菜？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尝尝。啊，我给你拿筷子。筷子到。表情怎么这么痛苦啊？有点油啊。我只放了半勺糖啊。咸了点。我用的是最好的食用油。有点辣。这一丢丢盐你觉得香？那么老是答非所问。不是，你这也不按剧本走啊。你以为这是拍戏呀？算了。挺好吃的。真的？我去给你吃晚饭。你就吃半碗。就半碗饭，应该没事吧？没事，好吃够俩以后给你吃。哎，问你个问题呗，我这放的辣椒不辣呀。你能不能别老这样？哦，你问呗。算了，没心情问。那你吃饭呗。姐，吃饭。大叔谈过恋爱吗？谈过。我什么话都没说。剧情就是这样发展的。你是姐，你说了算。那就是承认了。看来伤的还挺深的。你就不能好好吃饭吗？吃饭。
在干嘛呀？我收我的衣服啊。哦，那你接着说。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？疼不疼？废话，这么蠢的问题你还要问啊？疼！我也疼啊！你打我干嘛？你不会轻点啊？我有轻点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乱动，打扰我给你疗伤。别动！我还没下呢，你叫唤啥？疼！我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疼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我没有。好，我轻点。小姐，你好大手劲儿啊！我胳膊都给你打下来了。算了，我自己来。你去给我倒杯水。我现在也是伤员啊！我渴了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知觉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喏，大小姐，你的热水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，这拿个杯子，我这杯子又不烫，你怎么拿不稳呢？哎，你还好没伤着自己，你这伤着自己怎么办？我得再给你消毒个伤口，我都怕伤到我自己。我跟你没事吧，姐？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这咋了，姐？我手机呢？我给我姐打个电话。魏肉去哪儿了呀？电话也不接。哎，魏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电话也不接，一天没来学校上课，现在学会逃课了呀你？你要再不回我信息的话，我给你发60秒超长语音。薛逸然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见到魏宇宙了吗？你看到他了？你能不能别重复我的问题？好好好，我跟你说啊，都4年了，我们从来不迟到的男神有掉链子的时候。那还不是你害的？哎，刘婷婷，你怎么老是左一个魏宇宙右一个魏宇宙的？你就不能好好关心一下你身边的人吗？你怎么啦？我病了。哎呦，我这肚子，哎呀，我这腿，哎，谢谢你的关心。病了
还不清？魏叔都这样对你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啊？他昨天都说了，他没有谈恋爱。不是，那个话你能信吗？薛毅然，我告诉你，不许你诋毁魏宇宙。那你知道他最想要什么吗？都4年了，你还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他什么。你怎么还没去上课啊？都中午了，我就没有去了。你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满身打哆嗦？没怎么啊，我就是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惹你不开心了？不是，如果是我说错话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就是想逗你开心。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没有啦，和你没关系。哎呀，你还是告诉我吧，我也不想下次再见你这样。哎呀，你快去上课了，我想一个人待。我下午没课，我就在家陪你吧。哎，魏宇宙，你别拍了。我没拍。那你帮我捶捶背吧。你可太了解我了。哎，来，转过来。哎，好，躺平了。小时候我姐就说，特别喜欢我给她捶背。可以啊，魏宇宙。那必须的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捶背，就跟打篮球一样，你得注意这个力度，还有这个频率，还有这个命中率。你说的是篮球？我可没那意思。哎，怎么样？那你经常会帮你姐捶背吗？那必须的。而且啊，这个按摩还得非常注重这个准确度，你得直击穴位。你现在穿着衣服，我都怕我找不准穴位。隔着衣服。我又不看前面。松手。你今天有约谁来家里吗？会不会送快递的？你姐也没说她要来啊。我又不是点外卖的那种人。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？你先上去，快。走。哎，快上。哎，你躲。嘿 ，surprise， 宝贝儿，想我了吗？让我进来。你干嘛这表情啊？你不想让我进去啊？过分了，魏宇宙。轩言啊，你今天怎么来了呀？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没去学校，我明天跟你说好不好？不是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哪儿不舒服了？有你这么对兄弟的吗？我今天确实哪儿都不舒服。这样，明天到学校我一点点再告诉你好吗？等会儿，宇宙，那个其实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跟你道个歉。毅然，我都原谅你了，没关系。明天跟你说好不好？你这么快就原谅我了？我真的已经原谅你肯定还在生气。那个，你听我多说几句嘛。我真的原谅你了，放心。
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？我今天真的有事儿，明天跟你说好。不是魏少，我手都成这样了，你还要赶我走？我今天真的不方便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不是魏宇宙啊！我什么不是魏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呢这个手啊，可是著名的投3分的手。不是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那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干嘛看什么呢？哎，都不关注我。那我发现你根本就不是魏宇宙，要么你是魏宇宙的远房弟弟，要么你就吃错药了。你才吃错药了。哎，我吃错药？哎，你把我手都弄成这样了，我都没知觉了，我还……你打个球干啥事儿都受的伤比较重，别装了，起来起来，起来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魏宇宙。什么机会？你到底把魏宇宙藏？你家里为什么会有玻璃渣这种高级货？打扫卫生嘛，这难免有个失误啊。哎呦，出血了，哥们儿！桌上有 OK 泵。你管 OK 泵干嘛呀？你快帮我处理一下呀！我给你消毒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流血了，流血了！哦，这里啊，你看这么多血啊！你快帮我包扎。这儿啊哦啊，这儿对对对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是。你松手，你松手。这点小口子你……不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两个问题给我说清楚，我就不走了。不是，什么叫不走了？我今天就住这儿啊。你还嫌我家里人不够多呀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吗？哎，干嘛呀？起来！哎，不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卫生间。哎，不是，你带我来卫生间干嘛呀你？坐。哎呀，那在沙发上消毒不挺好吗？把脚抬起来。不行。哟，疼死小爷我了！快点，这。哦啊！你下手能不能轻一点啊你？这会不会消啊？自己来。你还生气了你？看看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你擦你的药。我这脚上都有伤了，你还不过来看看我？你都不帮我涂的。魏少，给我一个创口贴。这谁？何同心。这是我同学薛逸然。我都知道了。那个姐姐好，姐姐好。那个我们今天我来了，然后想看他，然后我就进去，然后我就那个。既然他脚没事了，那你们聊吧，我上楼了。你等会儿。你要问什么你就问我，我替他回答。你替他？对啊。你们俩关系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你想啥呢？那个姐姐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就是我可不可以问你10个问题？你可真的有问题。不是，我看到他，我太激动了，我脑袋一片空白。其实我同学啊，还有包括他其他系的同学，都是你的粉丝。对。所以，他就有点
那种八卦吧。啊，对，你懂的，你懂的。对，毕竟那个难得见一次老婆。对，女神。我先谢谢你们的关心，但是我不太想聊一些隐私的问题。今天也怪仓促的，要不咱们改天吧，好吗？好。可以啊，魏征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会儿，刚刚是谁一直撵我走了？我话还没有说完。那你以后叫我什么？嘿，然哥。哎，再叫一遍。然哥。哎，那以后我这手和脚这，我赔。那我得算是多少钱啊？这个薛依然，你别太过分。你算。哎呀，这个书包啊，平时背的也很重，这压的肩膀疼，这咋办啊？这个书包，我来背。你背啊？我伺候您，还不行吗？可以，但是得看我心情。薛依然，薛依然，我的意思呢是，我伺候你，我答应你条件，但你这事儿你千万别给我说出去了，你这要说出去了，我姐还有她都完了。这么严重？那我先走了。放心，你让我问了10个问题，我会问他的。然哥，再见。说吧。我帮你背。魏照，不是说不谈恋爱的吗？薛依然。姐，他真的不是我约的。我知道啊，我也就是好奇而已。你好奇啥？好奇我的粉丝喽。哎呀，薛依然他不能代表你的粉丝团。哎，你是不知道他那群舍友有多夸张，真的太恐怖了。那你呢？我是你弟呀。哎，我做菜给你吃。我不吃。还生气呢？我从今天早上就被问这问那的，话题你不生气啊？如果你不喜欢回答那些问题，你放心，我也不会追问你。我上要去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是不是还是不开心？给我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走。大半夜神神秘秘。来，口罩。眼镜，钥匙我装去。走。走。
试一试啊。我就不试了吧，我看你打就行了。你来都来了，试一试。好。这里晚上没什么人，都摘了吧。你这光吃的健康，你也不动一动。你怎么跟你姐一样，啰里啰嗦的？嗯。就可以了吧？你怎么了？脚筋扭到了？是会有点疼。你把脚拿开了。别动。这疼吗？不疼。这呢？哎，轻点儿。这呢？你让我起来。你别动。你现在哪也不能去，在这坐15分钟。15分钟都这个姿势吗？对啊。什么逻辑？你就跟我说说，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？说完差不多15分钟就过去了。其实昨天晚上我就……干嘛？现在好了。刚刚你脚筋扭到了，我现在拍好了。我真是无语。你别动，坐好。干嘛？不是已经好了吗？对啊，但是你现在要休息30分钟。30分钟？我渴了。那你在这坐好，哪也不准去，听到没？坐好。啾，喏，盖子。现在能说了吗？那我要是跟你说的话，你能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吗？必须的。哎呀，我认真的，你相信我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爸妈总是吵架。你还干什么呀？天天到晚打牌赌博，你还要干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我为这件我付出了多少呀？我可领域吗？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吵架，每次都要摔东西。我只能自己躲在冰冷的房间里，闭上眼睛，捂起自己的耳朵，祈祷着这场风暴可以赶紧结束。醒醒，不怕，很快就会结束。可是不愿意发生的事情，最终还是发生了。我总是期待着他们最终还能再次回来，可是一去
当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奶奶来接我。没过几天，奶奶就带着我搬出去住了。当我站在领奖台上，拿起奖杯的时候，那是我这一辈子最想得到的荣耀。可是我最想被看到的那个人，他却不在了。对啊，都过去了，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才是最重要的吧。你是在说你吗？我是你弟弟呀。好了，该走了，时候不早了。走吧。慢点，走吧。我去拿篮球，等我。这么早就走了？关大嘴，嫂子让老刘分了。光怎么嫂子那么恩爱？当初嫂子可是放弃了美术的光，心甘情愿。怎么不会？他型号任务本来就重，预言这个您出去走。不要脸啊！一处跟我一个屋了，还跟我一办公室呢。我一带来的零食全被你们一个。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必须的，姐，我不让你走，我要省钱买球鞋，你必须走。
姐，今天怎么样？你说什么怎么样啊？我是说你今天生活怎么样？这和你有关系吗？哦，那我去做饭了。等一下。你觉得姐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姐嘛，那是美丽、可爱、大方、温柔、贤惠，不能贤惠，可爱。是吗？那必须的呀。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是在说我呀？你不会说的是你们班的小姑娘吧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我们班都是薛姨娘那样的抠脚大汉，没有小姑娘。那你就是说姐老了。我姐那是才华与美貌合并为一身的女神。嘿嘿，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叫我姐了。姐不老，我姐一点都不老，真的。你才18岁，刚成年。这就是你贴那么多字条的原因吗？那是写给我自己的。啊，好吧。你是不是又有事情找我啊？帮个忙呗。说呗。就是薛依然那个事儿。哦。你这算答应我了？你吃完没？我差不多了。这写什么呀？你拿的呀？你不是想让我帮你的忙吗？可以吗，姐？先解释解释这个吧。这就是双旧球鞋，而且还特别脏。不行，完了，放下。这么脏，放茶几上不太好吧？这也不是你自己的鞋吗？这是我的鞋啊，但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难不成是他自己跳出来的？姐，你是不是进我房间了？我就随便看了看。随便。姐，男孩子的房间怎么能随便看一看？那是我的房间，我坐下。先回答我的问题。这就是一双旧球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看可没那么普通吧？这说不定是你的黑历史。你一个强迫症，这么脏的鞋，本来早就该扔了，
为什么不扔？这最多就是个黑球鞋，怎么是黑历史了呢？你说啊，你前几天带回来一个薛逸然，万一过2天你又突然带回来个小女朋友，那我岂不尴尬？啊？我不想坏你的事儿。说吧，是 X 的几次方送的呀0次方。？0，那就是1。前一任。这就是我上次代表学校打比赛留下了一双破鞋，我忘记扔了而已。还装？我没装，我很专一的。专一？那就是证明还得有那个他喽。我说的是篮球。还有你啦。真的？必须啊！毕竟你是我唯一的大姐姐嘛。那林子呢？她二姐。好吧，我承认。其实，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败笔。接着说。我有时候一想到这儿，我自己都不能放过我自己。其实我就想把它放在鞋盒里，让它静静去打开封底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居然今天我亲手把它丢掉。上次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漏洞？舒服。哦，这边。所以说啊，跟着我混就不存在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名扬天下那迟早的事。我就说我然哥骨骼惊奇，长相出众，绝对是拉皮条中不可缺少的人才。你说话能过脑子吗？什么叫拉皮条？这叫兄弟之间的这个潜规则。那你能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吗？我也想被规则一下。你还差点意思啊！轻点。不对啊，林子不是魏宇宙的表姐吗？那何东新能答应来见我们，应该感谢她才对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魏宇宙和我的关系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不就是同学关系吗？难不成你俩？哎，魏宇宙和我可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兄弟。咦，我觉得更恶心了。哎，要不是我重复再重复的请求，然后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嘱，你们今天能见到何东兴？你说何东兴这段时间到底藏在哪儿的？藏在哪儿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他不是你请来的吗？我猜他估计是从了冯少阳。不能够吧？何东兴这么久没出现，肯定是躲着冯少阳呢。那就更加奇了怪了。像他这样级别的人物，这么久没有消息，那就是坏消息。我猜何东兴是恋爱了。不会吧？我星星是不会跟着别人的。何东兴恋爱了？不知道啊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？你到底是从哪儿把他请来的呀？魏宇宙啊。难不成？哦，何东兴和魏宇宙，怪不得魏宇宙最近神秘兮兮的。哎，你别瞎说，
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啊？我是说，魏宇宙还年轻。我是说，何东兴怎么能看上魏宇宙呢？是吧？我就说嘛，就是。哦，吓死我！还好。啊，差点露馅了。说到这儿，刘婷婷呢？是这儿吗 ？Yes， 咋了？还没来？来了。等一下。姐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个叫薛逸然，这两个是他的舍友，然后这两个女生是我们班的同班同学。大家都饿了吧？边聊边吃。好，快去。干啥呢？何姐姐，是不是我们没有点到你想吃的菜？不是的，其实我还不太饿。这些都是肉，他不爱吃。别说了，说什么？我的意思那个什么，他的意思啊，就是说那个仙女几何露水，和尚只敲木鱼。是，大家吃。啊，吃。薛逸然。姐姐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呀？我喜欢有肌肉一点的男孩子。你俩干啥呢？这肌肉是一时半会能长出来的吗？他在看我，你想多了，他刚才看我。他有病吧？其实像你们这样可爱的男孩子，我都挺喜欢的。这样，我再去拿菜单，点他吃的菜。啊，你们先吃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何姐姐，我们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可以啊，你问。电视上那些都是真的吗？你是说我演的那些电视剧吗？就是那些新闻。瞎说什么呢？他其实就想问一些关于风少阳的问题，你不用太在意，阿姐。其实没关系的。今天我出来跟大家见面，其实想也让大家知道，那些电视上关于我的报道都不是真实的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的。那魏宇宙和姐姐你，魏宇宙的姐姐是我的经纪人，所以我跟魏宇宙就只是认识而已。你们真不会点菜？看我干嘛？你们吃菜啊？
这菜离他有点远，我就帮他夹一下。对不对啊，谢依然？对，那个其实互相杂菜没什么的，对吧？来，你也来，你看，哎，就是。都你口水，我才不要。好喝。姐姐好像真够不到她想吃的那道菜。你干嘛？我先拿到的，我先拿到的，我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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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吃魏宇宙给我点的这道菜就好了。放那吧。何姐姐要吃的菜，貌似都在你们那儿吧？初见我在人群中见了你一眼，一面就注定你是我等待的缘。一点点，忽然间，你变成我的中心点，我围着你绕圈。我是你的宇宙，做你的永远。你是我的星星，是我的依恋。你为我扛路线，我向你看星点。